知害怕。遠遠看過去，四肢僵硬化，旁邊親戚好友都哭到眼花，同志不懂消化創傷的密碼。難道是這一日這經歷蠶食心境，潛伏在身體內還未搞清？數千天我狂哭失眠還手震，幾百種治療還未搞得清，浮沉在陰影內，這生命轉了風景，祈求日出心痛。